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闹台语，过来我大小事人位头来讲起。讲到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初8国际妇女节，是为1908年美国妇女上街路来争取女权开始起的。古早男女地位无平等，有人讲断章查甫做相公，断章查某守空房，也有讲到3条桥唔值得一粒油。若现代社会男女平权，查甫囝得田园，查某囝得嫁妆，查甫也着听，查某也着请。讲新闻闹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英伟。讲新闻闹台语，过来我大小事咱位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英伟。今仔日是新着3月初8，就是这国际妇女节。你敢知影这背后由来是啥物？连外全世界有啥款庆祝的活动？今仔日闹台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条咱来看卖，讲到这3月初8，这国际妇女节，其实这由来就是在过去工业化的时代，大家做工课的环境拢真辛苦。迄个时阵呢，尤其是在这部的工厂内底，查某的这工人的这薪水真低，这工课时间是真长，另外环境嘛真歹，所以呢，伫1908年的时阵，3月初8，美国就有15000个这查某人来到街头抗议，来争取家己的权利。好，这就是这国际妇女节由来。继续来看卖，大家真好奇，就是即天敢有放假咧？其实伫过去1994年的时阵，其实台湾是有放假，含这儿童节、清明节是做伙来放假的。啊，毋过到这1998年才正式来取消。伫全世界内底嘛有真侪国家是有放假的哦，亲像是这俄罗斯、乌克兰，其实伫即天同款是有继续放假的。继续来看卖，全世界有啥物款庆祝的活动？第一个部分来看卖，就是这意大利查甫人会送查某人这黄色这含羞草，就代表这查甫的力量。第二个就是罗马尼亚查甫同款卖送查某卡片、花，啊个这礼物来表达尊敬查甫人。第三个部分就是美国，甲这规个3月份都变作是女性的这历史月。第澳洲的部分来看卖，举办游行，啊个这演讲来代表查甫甲查某同款重要，尊重无同款的这文化。继续来看卖，讲到这3月初8国际妇女节，其实伫台语内底，有真侪无共款的俗语，是甲查甫甲查某是有关系。第一个部分来看卖，散帮散有看慢，意思就是讲，莫看这查某人散比巴，其实哦，去真侪查某人共款真有力量，真有这耐性。第二个部分就是好歹菜一步烧，好歹查某一步笑，意思就是讲，这菜敢有好食，爱看这功夫；这查某人的好歹，爱看这个人敢有修养，这个人敢有笑容。第三个部分来看卖，这查甫也着听，查某也着请，意思就是讲，查甫甲查某同款重要，无论是生查甫，啊，阁是生查某，拢是真好的，拢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。第四个部分来看卖，上山唔通惹好，入门唔通惹宝。来到山内底，千万莫惹着这好；来到厝内底，千万莫惹着这查某人，就代表这女性的地位，即嘛伫厝内底愈来愈悬。上尾一来看卖，就是正月小查甫，2月小查甫。大家讲到这小查甫，小查甫。就是讲伫骂别人，啊，毋过其实伫是过去农业时代的时阵，其实这个环境是真辛苦的，大家拢真拍拼伫做工课，所以呢，伫正月啊，个2月的时阵，才会当好好来放假，好好来休困。这时阵呢，啊未结婚的这查甫人，才有时间来找查某人的约会，这就是这正月小查甫，2月小查某的由来。好，无论如何，今仔日是新的3月初8国际妇女节，也是来祝所有查某人妇女节快乐。这就是今仔日。闹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